为着达成2050年净零碳排的目标，基隆、双北市佮有桃园合作减碳价金普法的计划，去年是有超过33万人参加，计共是减碳超过4万吨。企业嘛推动绿色办公、电子公文的系统，佮有啥物减碳的撇步，咱做伙来了解。迈向2050净零排碳目标，占全国总人口4成700头，连接910万人的共同生活圈。4个县市做伙响应绿色运输，也进一步合作减碳存款普法计划。只要一直使用公共运输，就能累计减碳量113年度使用人数超过33万人，总共累积的减碳量超过4万吨。我们从去年4月推出以后到现在，我们已经累积33万人参与，而且达到的减碳数目来到4.4万公吨的减碳量，这相当于115座大安森林公园1年的碳吸收量。基隆每天有10万人要搭乘我们的客运跟我们的火车到台北、新北来上班，再回到基隆。所以不论是减碳存折、1200月票、大众交通工具，对我们基隆民众的生活方式都至为重要。伊拉企业也发挥影响力，包括绿色办公、推测电子签约系统、减少纸本的作业，也鼓励员工加坐大众运输工具。同时也提供接驳车的服务，希望会当帮助改善台5科学园区交通塞车的问题。我觉得旅游业它最有价值的是，我有1000多个导游，他们就是绿色领队。如何透过导游传递讯息，让消费者对于永续这件事情在旅游中产生共鸣？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员工来记录我们的这个减碳的额度。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鼓励我们的员工来积极参与一些相关政府的一个减碳的活动。800基图减碳存款普法运动，114年度主要是用对奖制的模式，每个月达到20公斤的减碳量目标，就会让家己经奖品登录兑换。目标是40万人参加。记者综合报道。